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有主同在，心滿意足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傳道書5章10節，貪愛人子的，不應得人子知足；貪愛豐富的，也不應得利益知足。這也是虛空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隻羅塞佬在很乾嘅屋企門口執到一隻麵包，佢好高興嘅講：我若果係日日能夠食飽，就知足啦。很乾聽到佢好懷疑，我做去乾都還唔知足，你食飽去就能夠知足咩？於是佢就將羅塞佬帶進屋企去，並佢沖涼換衫，好食好飲，供養佢10日。10日之後，很乾就問一隻羅塞佬：樣樣嘅生活都沒有，還知足嗎？羅塞佬講：知足。你若果係再俾我黐隻老婆，就行過後啊！很乾好感慨嘅講，一隻世界上個人真係冇知足嘅人啊，就將羅塞佬趕出去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有啲人花費好大嘅精力，愛去達出物質嘅需要，留肉體嘅享受。但係即使佢哋達出去，也唔曉滿足，還係覺得唔夠。呢隻就係人生嘅虛空，心靈嘅空虛需要有上帝聖靈嘅充滿，才能夠知足常樂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我哋天上嘅父神，人生在世間，想愛得到嘅東西實在係好多，就算得出去，也唔能夠滿足我哋嘅慾望，反而會要求更加嘅多。主啊，你講，就算我哋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家嘅生命，又有乜嘅益處呢？人還能夠兼乜嘅來換生命呢？求你光照我哋，曉得選擇屬天嘅上好嘅福分，因為唯有在耶穌裡面，才能夠俾我哋真實而且使人滿足嘅生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